各位，我係靜月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趣且深刻嘅主題：九宮飛星中嘅816呢一組數字同黃金比例0.618之間嘅關聯。0.618被譽為完美比例，廣泛應用於多個領域。首先喺藝術作品中，黃金比例嘅應用非常明顯，例如蒙娜麗莎嘅構圖、人物面部比例及背景安排，都展現咗呢一個比例嘅美感。此外，達芬奇嘅《最後嘅晚餐》同梵谷嘅《星空》亦都運用咗黃金比例，增強咗作品嘅視覺吸引力同和諧感。喺建築方面，好多古羅馬建築採用咗黃金比例，以達到視覺上嘅平衡與美感，至今仍然讓人驚嘆。現代科技產品中， Apple 嘅設計亦都充分體現咗黃金比例，例如 iPhone 嘅屏幕比例經常參考0.618，使其更加美觀同容易用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九宮飛星嘅數字排列：4、9、2、3、5、7、8、1、6呢一啲數字嘅排列，揭示咗深刻嘅哲學意義。816代表三才中嘅地，357代表三才中嘅人，而4927代表三才中嘅天。呢一組排列唔單止係數字嘅組合，更係宇宙萬物嘅關聯，俾我哋感受到天地人三者嘅和諧。我哋嘅祖先比埃及嘅數學家早至少3000年就發現咗河圖洛書。喺公元前2100年左右嘅治水事業同伏羲嘅智慧相輝映，呢啲早期嘅數學思想讓我哋嘅5000年文明更顯驕傲。最後，我哋可以用人體嘅理想體溫作為一個小例子。人體嘅理想體溫約為37度，若用0.618乘以呢個數字，得到約係22.9度。呢個顯示人感覺最舒適嘅環境溫度大約係22度左右。總結嚟講，816唔單止係數字，更係文化嘅象徵，提醒我哋珍惜同理解祖先嘅智慧。喜歡道文化嘅朋友請關注我，同時分享俾身邊中意道文化嘅人，或者留言你嘅睇法。下期再會。太上慈悲，祖師爺慈悲，師父慈悲，諸位受用。